即马吼咧开即条588加即条133的，我感觉是有那真好啦，因为吼第一就是讲咱伊即条133线咧爱甲咱拓宽，你路啊开好了吼，即个地方会较会发展啦，路较大条较会发展，这好啦。我们永康交流道的联络道路，也就是从永康的永安路哦，那经过我们的长河路，那再经过我们这个安南医院旁边，我们新开辟一条20米大道哦，那这个总经费大概是38亿。那我们今天看的呢是最后一段，也就是南133线，那这个是3.54亿啊，那已经完成了。那这整个永康交流道联络道路呢，大概要全部完成呢，38要全部完成，大概在明年的这个中旬哦。那完成以后呢，大概永安路、长河路这一段呢，全部大概40米哦，那大概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国8和133线的交叉点，那目前是以这个平面红绿灯来控制。那可以讲啊，大概全国的高速公路只有这个地方有红绿灯哦。那这一次呢，我们争取到中央那同意呢，我们改为这个立体交叉，也就是说未来的话呢，不必在这边等红绿灯，我会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交流道。也就是高架，而且还是在这个133线呢，还可以下来。那这个案子呢，大概行政院这个国发会呢，也已经同意哦。那总经费22亿，那我们会配合这个中央啊，积极的来把它尽快完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近日完成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联络道安定区南133线的道路拓宽工程，剩余北外环至东河桥部分将在明年完工。整体完工后，将有助于疏通安南区至永康区交通拥塞问题。此外，台南市积极向中央争取国道8号与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也获得通过。未来完成高架桥交通立体化后，也可改善主线道车流回堵的问题，提升周边路网的运输服务效能。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过去当初在设计国道8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民意代表的要求，所以特别国道8在这个地方下来啊，制造了一个红绿灯。那其实坦白讲，由于现在南科的通车、南科的启用、南科的发展，因为南科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车流跟人流。那在这个地方国道下来变成多增加一个红绿灯，其实坦白讲会增加很多交通的拥塞。那将来你如果要下来的话，如果是要在当地的人还是可以从国道8下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国道8会直接通过这个红绿灯，一直延续到国道8的尽头。因此呢，估计起来交通时间可以节省非常多，那也有效的这个疏导了这个国道8的以及南科的车流。我相信这个部分，谢谢中央的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的配合款、地方的自筹款，我们也会努力来达标。希望这个工程赶快做完了，能够疏解国道8以及南科的车流。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让囡仔自细汉都有绿色交通的观念，台南社区大学甲市府交通局特别举办公车前往幼儿园的活动，用水高社幼儿园的小朋友选择公共运输甲热能公车对环境的好处，同时嘛，让小朋友亲身体验路卡坐公车的趣味。感应区这里，对。很棒，好来欢迎。哇，好棒啊！小朋友为排队抢车，到刷卡找座位，首次感觉到家己像大人同款，看到每一位小朋友面上的笑容，就会当感受到因心中的欢喜。妹妹，这是你第几次搭公车？第二次哦。那你觉得这台公车有没有长得比较不一样？有。哪里比较不一样？颜色。
车哦。你觉得今天搭公车好不好玩？好玩。这场由台南市交通局、台南社区大学列交通研究社共同举办的公车驾龄幼儿园活动，特别出动了最近造成广大讨论的果冻电动巴士 Model T 来接送小朋友，就是希望会当互列交通的观念自细汉扎根。今天我们很高兴跟我们这个水交社幼儿园跟我们的绿交通研究社来一起合办小朋友搭公车体验的活动。那我们特别请古城客运协助来提供了我们最新的 Model T 的这个公车。那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让小朋友能够第一个认识我们台南市最先进的电动公车，第二个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搭公车。那对于这个提倡跟他的父母亲一起搭公车，或者是未来长大之后来自己使用公车都非常有帮助。那我们未来会持续来多多推广这样的活动。小朋友从小就开始体验我们的公共运输，从小就体验公车。那希望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呢，也可以持续的搭公车，然后多用这种火车之类的公共运输。那希望让那个城市呢变成更永续，然后更绿色。然后也希望透过小朋友，让爸妈也开始注意到，台南市其实有这么好用的公车这样子。电动公车不但会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会当舒缓交通压力。市府交通局首次结合台南社区大学来到幼儿园宣导，就是希望让囡仔自细汉养成使用大众运输的好习惯，大家做伙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提出绿能产业园区计划，预计征收大塘林德港基农场大约60公顷的做拿地，结果被质疑将要撤树啊，破坏生态。所以台南市会财经委员会特别前往计划用地会勘，虽然当地大部分的里长甲里民拢赞成开发，不过委员会嘛要求要兼顾着经济甲生态。议会财经委员会21号上午，伫个召集人王家珍甲黄丽娇的召集，包括议员王金德、杜素银甲柯玉玲，以及当地大潭、武东等里的里长甲里民，以及大武仑绿能园区促进会等单位，共同前往绿能产业园区的计划用地来会勘，并且借用环保局林德资源回收场，由经发局长陈凯琳来简报。局长表示，绿能产业园区预计提供53公顷的产业用地，将吸引大约110亿的投资，并且创造创业人口大约6000人。日前正由环保署召开环评专案小组初审的会议，对此当地里长甲促进会理事长大部分拢表示认同。未来我们在所谓的沙仑绿色产业园区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以低污染的绿能产业为主，所以在这部分呢，我们不会引进任何高污染的这样的产业。当然，它也配合未来在健康园区跟沙仑整体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包括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的研发等等，都能够引入到这个绿色产业园区。我们希望能够就永续环境的来努力。二方面，我们对于现有的林相跟生态，我们也希望采取以移植的方式，可能附近的台糖用地，以及我们未来在七股工业区，包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里面呢，尽量以原有的这样的树种跟林相为优先，作为我们的植栽。所以我想，我们对于环境跟开发，我们希望是一个并进的方式在开发里面，我们也兼顾到永续环境的发展。港前农场的开发呢，拄好伫阮的这个厝边，也是伫阮的社区。阮就是发动阮这附近的居民呢，因为这个高铁站的研发亮点绿能甲有加二，一定爱就地呢会当来生产，所以阮是站伫这个欢迎的这个角度，阮真欢迎政府呢伫这开发这个工业区，阮嘛伫这个站在一个监督的立场，希望工业区的开发，另外的这个生产呢，会当符合这个环保法规。关于港基农场这片未来要发展咱绿能科学的工业区徛伫阮地方的意见，阮是绝对支持。因为阮的主地长期间为着就业的机会减少，拢在离乡背景，厝里拢剩一寡老人，所以讲
是政府这边要来开发这个工业区，阮地方是12万分的赞成，但是伫环保的问题，也是讲树仔遗址的部分，我嘛是会继续关心甲监督。因为该案的开发预计征收大塘林德港墘农场大约60公顷的造林地，牵涉到树木的生态，因此网络甲当地居民支持反对声音拢有。议员希望开发的过程会用像经发局的保证，兼顾经济甲生态共存。仁德绿能产业园区，受到地方的重视。那地方的各里，它有发动一个联署，希望能够让这个工业区能够顺利设置。另外，也有一方反对的环保的概念的，就是说反对这个地方的设置是森林之惠的留存，所以有2造力量的一个在乡特委的冲突当中。那我们个人希望我们经发局能够考量。在地方的发展之下，我们能够在环评的一个过程里面，在7月31号之前，又必须把环评来送进去，因为第一次初审未过关，那初审可能要有3次，那如果在这3次没有过关，可能会进入第2阶段环评，对我们的台南市的这一个工业区的设置的发展，恐怕会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这些树一半以上是继续在原地的，然后其他几千棵会做适当的移植，但是80%可以存活率，对啊。如果照你们的数字来讲，20%也许有所闪失，哈。那各位知道，因为台糖它是经历造林，并不是特别的针对一种，所以呢，一定又回到我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呢。财委会，我们也是监督的角色，我们跟乡亲一样，不会有我们个体的私利的立场。我们盼望地方建设越来越好。经发局进一步表示，园区的保护生态将以回避、缩小、减轻加保障等原则作为生态的检核，预计将规划伫个基地内，以直保存50%的树木，作为园区的隔离绿带加绿地等景观。其他的50%将刷到市府开发中的产业园区，或者是公共工程的优先使用，并且承诺生活率会达到80%。如果比80%搁较低，会搁再另外来保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议员王家珍因为日前响应民间团体发起关怀生命、追求和平公道提案联署，被台湾基进党认为是甲中国政府和平谈判。对此，台湾基进党东区市员参选人李宗霖认为，和平谈判根本是甲中国对抗。22号前往王家珍议员服务处，罗证书要求辩论。日前，国民党议员王家珍因为响应民间的团体发起关怀生命、追求和平公道的提案联署，台湾基进东区议员参选人李宗霖上午伫王家珍的服务处来举牌抗议，认为和平协议是借尸还魂，主张和平谈判等于是要向中国跪咧投降。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向王家珍下战帖，跟请王家珍出来辩论。来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公投，我们也必须要告诉王家珍小姐，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不要这样的公投，请王家珍小姐出来辩论，然后我们也要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公投的提案跟行为，也呼吁全台湾的民众跟全台湾的朋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协议、和平谈判的一个公投提案，马上就把它撕碎。不要这样子的，我们要拒绝这样子的这个和平的这个谈判的公投。和谈就是跪降，和谈就是跪降，和谈就是跪降，和谈就是跪降。针对基进党参选人到议员服务处来提关，议员王家珍事后嘛以新闻稿来回应，为避免双方的冲突，服务处上午并无开，依着类工商者来歇困半工。并且表示会用体会参选人伫面对选情的冷清的焦虑。最后，议员参选人李宗霖嘛向王家珍来落正帖，邀请公开辩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4年，台南市将要迎接建成400灯。
台南市政府特别选择具有历史代表性的安平古堡，举办主视觉发表、甲主题音乐记者会，为下日活动起跑暖身。台南我爱你，台南我爱你，台南我爱你。慢慢变台南这首歌曲是台南府社将要迎接400岁生日，特别邀请到台南在地金曲歌王谢明佑以及同为台南人的饶舌歌手大基共同创作，将台南在地美食以及人文风景写入歌词，怀旧风格加上轻松的饶舌，互人想要加听几遍。另外，主视觉部分邀请到台南出身的设计师李明道来设计，在台南历史的基础上推出2个 logo， 融合版以西拉雅族的十字绣为特色，荣光版呈现展望城市的未来甲自信。那我想说，台南作为一个古都，它的文化的优质性以及它的这个宗教，还有各个方面，都大家已经深为熟知，包括美食。但是400年来，我们不只有一些缅怀过去的事情，我们还要展望未来的事情。所以在各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跟全台湾的民众、各位好朋友以及世界来告知我们400年走过的路以及未来的展望。台南甲荷兰嘛有足新的缘分。1624年的大航海时代，台南甲世界互相交陪。市长王伟特赠送西拉雅族十字绣予荷兰办事处代表谭正南，是台南400年历史的展现。同时嘛推出周边商品，有帽仔、鞋仔、椅仔、喙罨等等，更加 logo 印伫个糕饼顶面，要互大家亲身感受台南400年。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安平开台天后宫将伫个月底举办做16岁仪式。今年的活动特别结合安平5境甲头庙做伙参与。其中的苗寿宫就请出台南市中文物编列第1号的红仔桥，伫个庙埕做展示。同时结合安平特风，制作安平乌芳符，要互参加的民众平安顺心。配合安平开台天后宫做16岁活动，创立伫咧1747年的安平苗寿宫，即届就特别请出台南市定文物编列第1号的红仔桥，以及结合安平陶坊宋建成老师，为做16岁活动制作安平符香符，而且香符的材料更是出自庙内保生大帝香炉灰所制作，要来保佑参加做16岁活动的学员，大家拢平安。这次妙寿宫其实是配合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在10天之后，也就是7月31号，农历的7月初3，我们有办一个安平奏16岁。那其中下午的部分，就是要来我们妙寿宫来做5行的这个香壶。那这个香壶其实是因为今天我们有看到整个活动，就是大家齐聚在庙前，一起到我们的保生大帝，祈求保生大帝的香灰融入到这个安平壶里面。那其中我们有发现到这个安平湖的这个叫做拜殿的，刚好是大家公认我们安平所有的庙宇里面的这个山墙最漂亮，所以就把这个融入到里面。那这个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来参加的人，我们除了送他之外，他可以来这边过火之后，然后可以摆在他们的书包，当做护身符，也可以摆在我们机车上，叫做护车符，也可以摆在汽车上。而这次的活动上特别，就是这顶有着100档历史的市定文物编列第1号的红仔桥，为桥的四周围看，会当看到有9位观众，而且这个观众拢是活动式的，工法是相当的罕见。4边里面都有9尊的官将，保生大帝他有36官将的护卫神。这顶神教比较特别的地方，除了上面是36官将之外，它下面也有它神明的故事在里面。所以说这尊神教这个特别的地方，有超过100多尊的那个神像的雕刻在里面。然后你仔细看，它那个狮头的下骹它有一个吞卡的下骹的时候，它还做了4颗的狮子。所以说这等神教从脚顶到脚骹，它非常的细致。所以说它是台南市的文物登录为第1号的
登陆为第一号，那你可见当时就是说在安平地区刚有这顶新桥非常的特别。安平做10岁，庙方除了想尽办法，要将活动安排较丰富精彩，目的就是希望让参加活动的学员更加认识台南在地文化，也为家己一世人一届的10岁留下深刻印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抗生素是20世纪上伟大的发明之一，会当降低人类细菌感染死亡的几率。不过，生态病医感染科医师表示，因为细菌嘛是有生命的，有家己的生存机制。如果抗生素被不当的使用，容易产生抗药性，甚至变成无抗生素通好治疗的超级细菌。生态病医感染科医师罗景龙表示，人的体内甲外表拢有真侪细菌，也就是俗称的共生菌。如果抗生素使用时机唔对，颠倒会造成人体来破病，因为抗生素嘛会影响着共生菌。当共生菌减少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互歹的细菌来大量生长，而且抗生素不当的使用，嘛会互细菌产生抗药性。通常我们在讲所谓的就是不合适抗生素使用，其实就是当这个人他其实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但是使用抗生素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反而会让抗生素去影响到我们肠胃道，因为其实我们身上很多细菌，就除了就是肠子之外，我们表皮都很多细菌。当我们无缘无故使用抗生素，会让这些细菌受到影响，然后他们其实就后续就是因为他们有点像是被霸凌，然后他们就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的状况。那当抗药性产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抗药性细菌影响感染到我们身体，其实就会造成后续就是像是会增加死亡率，会增加住院天数，甚至说会增加医疗花费这些状况。医师以感冒为例，其实感冒大部分拢是病毒的感染，抗生素只针对细菌的感染来治疗。为了避免细菌产生抗药性，医师嘛提醒民众，莫主动要求抗生素，莫随便买，莫食别人的抗生素，甲莫随便听药啊，以及遵守医师来使用抗生素。遵守这4不一要的原则。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目前正伫高雄科工馆2楼艺廊举办的食品模型特展，会当看到各种做甲真像真的食物模型，互人大开眼界。而且伫开幕典礼，佮安排分辨真假食物的游戏，互参加的民众感觉伤脑筋，但嘛是非常的趣味。金黄的炒饭凝结在半空中，像是时间暂停一样，保持在翻炒时的状态。仔细一看，还能在勺子以及桌上看到洒落的饭粒。这么魔幻的风景出现在科工馆的2楼艺廊，让在场民众惊呼连连。它的整个那个动态的流畅线条很特别，然后感觉就整个作品会很有张力。那你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炒饭，但是它可以把它做得这么华丽，也非常的特别这样子。对，现场可以看到肉燥饭、咸酥鸡、挂包等等熟悉的食物，有光滑亮的外形，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但可别不小心吃下去了。这些都是艺术家郭志忠所制作的食品模型，在这次展览中将这项神秘的技术分享给大众。这个食品模型本来都是在百货公司美食街才会看到的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艺术化、生活化，然后至于它的历史缘由还有制作过程呢，我们通通在这里做展示，然后让民众能够免费的来参观，免费的来知道我们的行业，还有这些很有趣的一些小创意。除了观赏完整的模型，仔细看还能发现艺术家的小创意，一个个让人爱不释手的小物件，让食品模型不只能在橱窗里远观，也更贴近生活。蚵仔煎里面的蚵仔，还有大肠面线里面的大肠头，我们把它做成了吊饰，还有磁铁。你们拿回去呢，可以吸在冰箱上，或者吸在您的办公桌里面，会你的苦闷的生活的工作呢带来一点点的小趣味。展场里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有让人垂涎的静态，也有呈现翻倒泼洒出来的动态，看得出艺术家深厚的功力。而他也特别介绍了其中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珍奶作品。日本这个国家呢，多次的捐赠我们的那个疫苗，
那我们就把他们最爱的就是我们台湾的珍珠奶茶了，我们就把珍珠奶茶呢就翻倒在我们的台湾，从高雄这个地方翻出我们的咖喱咖豆这个字眼，就是对日本的一个感谢。然后里面有一颗珍珠，特别用了红色，就代表他们日本的国旗。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台湾的盘子后面呢，逐一记载他们一共捐赠了6次疫苗的数量和日期，对他们做个感谢。在开幕现场也办齐了考验眼力的活动，要从12颗马吉中找出唯一的1颗模型。最后只有3位民众成功答对，证明了模型的以假乱真。想要到这里看展，可要记得先填饱肚子。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